社会馆南投县文化局副队客家鼓励三献礼演习课程，经过5礼拜10月训练已经完成啊！来看因发表成果。 经过5礼拜客家三献礼演习课，伫咧上尾一节课进行成果验收。虽望演练一摆时间真长，不过大家拢做精神来行完流程。啊，就即摆人也是庙咧大闹演吼，啊是讲咧带新娘吼，都拢有传统有做安尼啊。 由县府文化局客家事务科所辅导课程，内容以天传日、女儿娘娘补天的祭天仪式为主。县府文化局讲，希望借这培育在地经济输出，来传承客家歌礼。我们希望说，借有这个活动的一个传承哦，能把我们客家文化传扬出去。三献礼是客家族群礼俗和祭典仪式上重要的一部分。不过随时代变化，南投县三献礼有失传的危机，所以县府文化局当年拢会举办这演习课，希望这个文化会当传承和保存落去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